你好，我把嘟嘟张高兴，请问我到爱用办办理寄信登记？请问你有几多个兄弟姊妹？用办寄信有嫌疑好吗？是大家平分，也是本部分嘅人？我都討論過，今天全部本大哥。哇，你哋兄弟姊妹當貨咯？人講兄弟一條心，門前土地變黃金。當好，該你倆需要用分個寄信方式辦理，這係登記嘅流程圖。政府文件需要批寄信人出付複習成本，寄信人複習成本應鑑證明各一份，全下地附近事務所申請。這係土地登記申請書、寄信內通表，還有兩份委散分割協議書，而本全部寄信人簽名，證應鑑人呢？我哋咧。如果委散稅而到國稅局申報，了會入國稅局嘅聯絡電話，你就得先打電話詢問。是麼？資料準備齊了後，送我到了回來，送件後，案件審核冇問題，唔照工作日內就做得來兩件倉，了到資料本你帶轉去參考。提醒你，而到6週年內審判寄信登記，冇改時間為本政府發錢哦。我哋咧，是冇依老我說明。